西區彩虹片區嘅新房嚟啦，就係我身後呢個柏盈里裕光府下95方到117方嘅3房。呢度係一線南向望江景嘅，而且係小高層，實用率非常之高下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跟我鏡頭一齊上去睇睇。上到嚟95方嘅3房單位啦，專梯專戶呢個位置咧就電梯出嚟，只有自己一戶獨立使用嘅，唔計有房產證嘅面積下，咁就增加咗私密性嘅。呢個戶型95方南向大3房，客廳開間3.9米嘅，非常之闊落。咁呢個景觀亦都係非常之舒服啦，望出去嘅就係下邊我哋旗江嘅旗江河，咁對面咧就係中山嘅摩天輪啦。平時晚上喺呢度望下夜景，非常之舒服噶。呢個陽台都係一個長陽台下，採光非常之靚。再過嚟睇睇我哋廚房嘅位置，廚房呢度咧而家做咗開放式嘅，咁佢最大嘅亮點就係有一個生活陽台啦。咁呢個生活陽台望翻我哋自己樓盤嘅別墅區啦。再過嚟睇睇我哋第一間房，呢個就連接陽台嗰間房啦。呢個係公衛，呢邊仲有一間兒童房。呢邊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就係帶咗套間嘅。呢度係95方嘅3房下，呢度層高亦都比其他樓盤要高嘅，去到3.2米嘅層高下。咁如果係想揾一啲大少少嘅3房，再過嚟睇埋我哋115方嘅3房。呢度同樣係專梯專戶嘅，咁呢個115方咧會住得更加之舒服嘅，因為呢個客廳更加之闊落啦。115方5.7米嘅客廳開間下，咁南向咧直接係做咗落地玻璃窗嘅，望出去嘅景觀同樣係非常之舒服啦。呢度咧就都係有個廚房出去，有個生活陽台嘅格局，其實會同我哋95方會比較相似啦，但係佢嘅開間啊、尺寸啊會更加闊落一啲。呢個樓盤咧位於中山西區嘅中心板塊下，旁邊就係我哋彩虹大道啦，交通都係非常方便嘅。咁興中廣場啊、富業廣場啊、麥德龍廣場啊，其實都係響附近嘅。最主要呢度咧，亦都係對口嘅書包呢種小學啦，中山西區中心小學同埋西區中學嘅600米就係我哋中山嘅中醫院啦。咁兩個戶型我哋就睇完啦。咁呢度咧已經全部現樓嘅啦，無批交付嘅嚇。咁單價亦都係有優惠嘅，1萬零幾百到13000嘅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啲江景房、小高層，有興趣嘅可以揾家人帶你實地睇睇。